我是psoriasis的培训，我从14、15岁吧，就是荷尔蒙变的时候开始到现在，我也打针也吃药。如果我在吃药呢，我就会很好。但是我的那个药，我自己上网做功课哈，其实它是给器官移植的人吃的药来的，我没讲骗话的哈。我刚开始吃这个药的时候哦，我以为我就要死掉了，很不舒服，然后我一直很晕。你吃那个药进去呢，它压抑你的那个免疫系统，所以我不太要吃。医生鼓励我去打biotechnology的针，大概打了几十圈，也没有说很好的效果。我就心想说，反正我穿裤子也穿得很好嘛，袜子也很好，就开始吃 LifeCore 的 Next Bio。你可以看10月8号的时候，我的手是这样的，这个是26号，就是昨天。你可以看，大家可以看哈，我之前是真的很恐怖的哈，现在就是剩下那个印，可能之前我们有用 steroid 的药，然后会弄到你头上有黑黑的印，其实我现在就是剩下那个黑黑的印，我还穿裤子、袜子、内衣、手铐，这是之前我的脸，你看现在的脸，其实是LifeCore跟 Next Bio 还有 Aurora 系列帮助到我很大，得到很好的改善。